你信嗎？你想要嘅其實早已喺平行時空等緊你，只差你認領呢一步咋。今日我哋唔講正能量，我哋講顯化。顯化唔係淨係諗咁簡單，而係已經擁有嘅頻率去生活。當你內在嘅震動同埋願望同頻，宇宙就會好似速遞員一樣，親自送貨上門㗎啦。比起吸引力法則，顯化更加強。佢要求你活成結果，而唔單止係想要嘅結果。試下呢3步。第一步，清晰落單，就好似網購一樣，具體寫低你要嘅狀態。第二，每日幾分鐘啫，眯埋雙眼，感受下已擁有嘅喜悅。第三，放手去接收，你唔需要焦慮個貨幾時到，你只需要相信宇宙嘅物流系統。當你活成源頭，整個宇宙都會合力去幫你顯化。呢個唔係魔法，係物理學。記住，好好愛自己。